台湾性别的教育爱自细汉开始。屏东县南边国小甲旧便所改造做性别友善便所，是屏东县内头一间。壁面的花草佮结合人文景致，互囡仔上便所的时会当自在袂夹脚。今日便所会当看到屏东南边车头的站牌，涂骹佮画出铁基路的进步。另外一边的壁面也有海洋生态的花草，这是屏东县内的国小第一个性别友善便所。这是专门给男生使用的这个站立式的小便斗的厕所。那打开门后呢，它就是一个这样男生使用的小便的这个厕所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呢是男女通用，男生女生都可以使用的蹲式厕所。便所的门开起，内底有互查甫放的尿斗啊，加较压贴，也有男女通用的马桶，互囡仔便所的时，无论要久、要徛，也是要坐，拢在人介意。另外，也有新设的无障碍便所，方便有需要的学生。以前的是没有无障碍厕所，现在有无障碍厕所，因为有的人不方便。以前的这个厕所它没有门，但还是会有隔板，可是现在的变成说有门就比较安心一点。我们学校这一座性别友善厕所是屏东县第一所性别友善厕所。我们要让小朋友来学校，他要上厕所是非常安心，是非常有意愿的。南边国小便所改善工程，毋但考虑到使用者的需求，佮结合在地人文景致的设计，互性别友善教育对囡仔国小的时就开始定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